主后2025年3月23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17章第1节到第6节。约沙法率接伊的老爸亚撒做犹大王，奋发自强，对抗以色列。伊派军队驻在伫犹大遐坚固的城，搁伫犹大地甲伊的老爸亚撒所攻取，伊发现遐个城派兵防守。上主甲约沙法同在，因为伊照伊的老爸初期的所做去做，无拜巴力。只有服侍伊的老爸的上帝，遵行伊的诫命，无照以色列诸王的所做去做。所以，上主坚固约沙法的统治，犹大人民献礼物予伊，伊就有真侪财富，搁真受人尊敬。伊勇敢行上主的道路，搁对犹大废除山头坛甲亚舍拉女神的雕像。愿兄弟大家平安。并计通讲是咱伫日常生活事上会用到的一种计算比较方法，像当中有公定的标准，用公克、公斤、吨来表示。毋过，无共的物价也因为审定的价值无共，价钱也会相差非常的大，亲像1公斤普通的石头甲1公斤的泉石，计数就是天甲地。白马是钱，美国钱的1箍，台湾钱差不多爱30箍，1比30左右。毋过，这又阁是天甲地的情差。总是台湾钱虽然会当换日本钱，差不多伫咧4箍出啊，袂输是较大圆。毋过日本人因平均收入每个月也比台湾人加1倍较低，所以也着爱阁看国家甲地区的行情。即马的服务业，亲像饭店、店头仔，甚至卖员，因的服务也拢有星星评比。哪有人气的，就哪会受注目，甲有人交关。评价的方式上趣味的是用物件换物件，彼此交换。几啊年前伫国外就捌有人上头用一支大支回纹针甲人换物件，结果一路一直换到落尾，竟然换到一栋价值$50,000的厝。当然，这并毋是逐个人拢会当有即种的机遇甲好运。对着对象无共，评价甲价值当然也会跟咧改变。最后所就捌讲过，毋通摕神圣的物件互口，因会活过来甲恁；也毋通将恁的珍珠ฮ็伫猪的面前，因会用骹吞踏。马太7章第6节。所以，是人也是猪、狗，是看物件的价值自然也会无共款。若是圣经甲上帝咧看人看代志的角度，也甲咱人无一定是共款的。今仔日的圣经有讲到约沙法王，记载伫列王记甲历代志，拢讲伊是一个好王。历代伫这列王记，伊的重点主要人物是亚哈王甲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差不多约沙法出现也是配角，敢若主要记载伫列王记上卷22章的41节到50节，遮讲到伊生平要事、历历。总是咱若看历代志下卷，
对17章到20章，约沙法正做故事的主角，亚哈王反倒正做是配角，先知以利亚甲以利沙师徒的代志也拢无讲到，可见偏偏是圣经的人物甲故事，有时阵因为注重的角度焦点无同，互咱会当看见无共款的亮光。总是上帝的看法甲评价是一致的。今日咱咧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历来自16章到17章，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记载伫16章的1节到第6节，亚撒王贿赂叙利亚王攻击巴沙王。犹大王亚撒伊做王的期间，北以色列总共换5个王，依次是拿答、巴沙、伊拉、什利甲暗利。其中巴沙是替拿答篡位，做王24年久。伫亚撒做王的第36年，巴沙来攻击犹大，修建拉玛城，阻挡南北国之间的出入。因为安尼，亚撒就暗中找人送钱去互叙利亚王便哈达，要伊解除甲以色列王巴沙的结盟，转向甲犹大结盟。便哈达摕钱办事，就甲以色列毁约，搁变面，攻破以色列北部几座城甲拿弗他利地区。巴沙回防也放弃拿玛城的工事。咱来看圣经的地图，拿玛城离耶路撒冷非常的近，况且拿玛城是对耶路撒冷威胁相当的大。当危机解除，亚撒命令人将巴沙王原底要修建拿玛城的石头甲材料搬运去重建加巴甲米苏巴2座卫星城市。第二段伫16章的7节到10节，先见哈拿尼责备亚撒王。有一位先见甲先知差不多，叫做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责备伊倚靠叙利亚王，无倚靠上主，做了真戆的代志，所以日后不时会有战争发生。亚撒王听到这个代志，毋但无悔改，搁真生气，气喘喘就将先见甲关押，上时阵也虐害一寡人民，以行独裁专制的统治。第三段16章11节到14节，亚撒的死。亚撒王伊做王第39年，脚着病，而且病甲真伤重。毋过伫破病时，也无找求上主，干那找医生的医治也无效。经过2年，伫死的时阵，也就是做王的第41年，伊伫死前已经为家己做好网仔，伊的身躯也囥真侪特殊方法调和的香料，各人民也起真大的火堆来纪念伊。第四段是17章1节到9节，约沙法做犹大王。约沙法继承伊的老爸亚撒做犹大王。起初要甲北以色列国的巴沙王朝有对抗的这个代志，所以约沙法王共款也真注重伫军事甲国防的建设。另外，伊也甲伊老爸初期即个宗教改革的基础进一步做强化。服侍独一的上帝，也着爱遵趁上帝的诫命，所以上帝也坚固约沙法王的统治，赐福予伊。
而且约瑟法王也深知也深得人民的爱戴，人民主动奉献礼物互伊，伊就搁较好行，也受尊敬。约瑟法王也知影外表的宗教礼仪甲遵守律法诫命的要求，即个并无够额，还需要甲信仰深化诚侪基本的信念，所以就组织巡回讲师团去到伫全国各地传授摩西律法最基层的宗教教育。第五段第17章第10节到18节，约瑟法王的军力。约瑟法王伊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大，国家也诚强盛，所以四周围的国家毋敢主动兴兵甲伊交战，甚至非利士人甲阿拉伯人也借着进贡来示好。伊统领的军队有5大部队，其中犹大有3支，占78万的战士；便雅悯有2支，共38万。这个军队轮流驻守王都耶路撒冷。另外，还有派驻伫全国坚固城的军队，总合共军队的人数超过100外万人，通讲是已经非常强盛的军事国家。咱对历代志下卷10章到17，通学习到甚物？第一项咧讲到着掠家己做大，信主也枉然。对顶礼拜的经文看历代志15章，亚撒王伊真正真热心伫侍奉上帝，伊除偶像也禁止异教崇拜，得到上帝的祝福，国境平安久久。总是咱看10章做一个对照，原来亚撒伊的热心只是外表的敬虔，真实的亚撒是骄傲自大，掠家己的能力、金钱外交，就通换取国家的安全甲家己政权的平安。当以色列王巴沙进犯犹大的时，亚撒伊等一支肉骨头用金钱买受叙利亚王甲巴沙王变面，互叙利亚来攻击以色列，用反间计有成功，犹大也暂时解除外敌威胁的危机。亚撒王伊沉醉伫掠家己真敖真下的胜利中，伫庆祝时，煞互上主的先见哈拿尼洗面责备伊，讲伊大主大意，并无听趁上帝，寻求上帝，掠家己敖其实是戆，甲戆看做是真巧，所以上帝互伊伫今后战争会不断。亚撒王听了，毋但无反悔，而且甲先见掠去关，搁苦毒一寡人民。了后，亚撒继续对上帝发圣地起受气，连骹破重病，也毋求叫上主医治，敢若找求医生，煞到死也毋改变。亚撒式的信仰，就是外表看起来真热心敬虔，也若亲像找袂出有甚物大的缺点毛病。总是当拄着大的利益、利害冲突的时，对上帝的信仰甲家己个性想法意见有无拄好一致的时，就原形暴露，无搁再尊主做大，以主为荣，也是渐渐远离信仰，过着
无需要上帝，也有上帝气息的生活，这实在是真枉然。阿萨就真互咱捌听过牛兔竞走的兔仔，掠做家己真后走，起初走真紧，也走真远，毋过后来伤害变大，就大意失荆州，失去奖赏。不如甲咱讲，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打拼追求头前的事，向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天顶来的画命。腓立比书第3章13、19、14节，亲爱兄弟，咱做基督徒，千万毋通人已经到天堂的门口，若要因为野心跋倒，也是骄傲，煞无通入去，这就非常无彩，阁毋值。第二，伫遮咧讲到上帝疼痛上主管教。阿撒王伊原本伫信仰上通算做是优等生，伊信奉上帝，也受上帝祝福，阁受人民欢喜拥护。毋过，落尾伊用计人狗相加以后，叙利亚王伊食着甜头栽滋味，以后叙利亚国就成做犹大国主要的外敌，这实在是因小失大，算袂合。上帝差遣先见哈拿尼对阿撒王即批讲：因为你倚靠叙利亚王，无倚靠上主你的上帝，除甲叙利亚革命即个代志，你做了真戆，因为安尼你以后不时会有战争。伫以前，大卫听到先知拿单指责了后，随时认罪，虽然也着担当罪的刑罚，毋过伊毋愿国家受外敌战争之苦，也毋愿人民因为伊受瘟疫之苦。伊只有求上帝处罚伊甲家己的家就好。结果大卫流芳万世。若是阿撒毋认错悔改，反倒见笑受气，甲先见关落家，也迁怒伫人民，落伫臭名，阁引狼入室，直到日后战事不断。希伯来书12章第59、第6节，安尼讲。恁咸袂记得上帝苦劝恁，亲像伫苦劝囝儿。伊讲：我的囝，毋通看轻主的管教，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鞭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伫第10节到11节，安尼讲。肉体的父母暂时久，照家己的意思管教，毋过上帝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咱逐遍受管教，袂感觉欢喜，反倒忧伤。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化结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阿撒王伊的愚妄，在伫伊毋顺服上帝的管教，搁掠家己做着，结果就一错再错。虽然伊伫死后受人民极大的礼遇甲哀迎，总是也毋值得伊已经失去上帝儿女，讲好搁尽忠的仆人，伊失了上主的报赏，这诚毋值。第三，落实宗教教育，才会深化信仰的内在。阿撒王死了后，
约沙法王接续做王。约沙法王也行伊老爸亚撒起初敬奉上主的道路，所以也受上主大大祝福。总是约沙法王伊感悟宗教改革，若要真正得到成功，并毋是干靠外表禁止人民拜偶像、信上帝才会表面的宗教礼仪甲行为。若无，人民也毋知影到底因真正咧信啥拜啥。所以，伊注重上主的律法册，爱教因真正认捌上主，清楚知影上主所爱是甚物，上主厌恶禁止的代志是甚物。安尼才会当建立一个有信仰内涵的民族、社会甲国家。所以，约沙法王组织甲差派律法册的讲师团去全国，甲人民讲经说教，教示人民会当明白要安怎样来遵趁上帝的话。保罗教示提摩太讲，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互服侍上帝的人装备好势，通做逐项好事。提摩太后书第3章15、19、17节。咱读圣经、听讲道、甲灵修的目的，就是要搁较有深度来认捌上帝的话，对咱的教示，互上帝的话充满伫咱的思想，伫咱的信念，来改变咱的言行举止，通活出基督徒的款式，诚侪上帝的儿女。安尼，宗教教育才是成功的信仰改革。咱来祈祷。万主的主，万王的王，阮是你草场的羊，也是你国度的子民。互阮高举你的圣名，也尊重你的伟大甲作为。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一生倚靠主，无倚靠家己，也是倚靠人，来找求上主的引带甲带领，也互阮伫犯罪犯错的时，会通顺服上帝慈爱甲公义的管教。这对阮是有利益，甲互阮得到智慧。佮将主你的话语谨记在心，诚做阮的灵粮，也有力遵趁主的道路。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